来台湾看世界，以色列甲哈马斯要咧战。南口长庚病院急诊科的医师洪尚凯加入到无国界的医生，伫个加沙战争的第一线，提供人道医疗的服务。顶礼拜，伊就为当地平安撤离返来台湾。伊讲伊深刻感受到战火无情，嘛希望社会会当更加重视灾难医学。伫加沙的病院有真侪都出事案件，因家都来到这个世界，都因为战争，随时都爱面对危险。阿那加沙上大间的司法病院，若真苗用掉啊，死亡人数嘛已经增加到34个，这一件一件拢看会出来医疗资源的不足。台湾急诊科医师洪尚凯到当地前线提供人道医疗的服务。顶礼拜平安撤离返来台湾。他的小孩是在战前出生的，那是一个早产儿，他因为战争发生的关系，需要把床让给更需要的人，所以他就被迫提早撤离。但是他在准备要离开回家的时候，就接到消息说他的家被空袭。他是一个可能不到3000公克的一个很小的小婴儿，那是唯一一次我真的有落泪一下。洪尚凯伫战争前就前往加沙，乡原本就被称作是世界上上大的涉外家国。伊到3天建立急诊的检伤系统，而且优化治疗的流程，一直到10月7日迄天。火箭弹直接飞向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，互因真正就知影战争来呀。沙拉界洪尚凯就一直往南刷过的所在，到后来为声音的大小，就会当判断空袭的距离。你会先听到飞机，就是轰炸机飞过来的声音，那先听到炸弹坠落的声音。那坠落那个瞬间，所有人都会停下手边的动作，因为你就在等待说，那个到底是炸到你，或者是炸到周遭。这间清真寺离洪尚凯办公室敢若70公尺，互伊上深刻会当感受到这无情的战火有偌紧。不过这段时间伫高压的环境之下，嘛可以看到急诊医师的价值，运用资源进行救护，实行灾难医学和动静的照护。那台湾我很有自信的说，我们在这个领域其实应该算是走得很前面。不过进一步怎么让民众、怎么让政府、让大家更重视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非常的重要。战争犹原的继续，洪尚凯有可能会搁倒去加沙，想要伫战争中贡献伊的所学，实行人道医疗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